对我们的信息，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主日是提到耶稣差遣门徒两个出去，然后呢，出去以前先跟他们讲有关宣道的原则、规矩跟态度，然后呢，上礼拜突然就插入了报道施洗约翰殉道的故事，然后今天呢又回到主题，就是耶稣的门徒兴高采烈的很高兴的回来向耶稣回报他们宣教的事情。结果耶稣发现这一些人虽然兴高采烈，但是身心俱疲，而且当时中东的人是非常没有界限的，任何人要吃饭，就是他们交易的时候，所有人都来，就坐下就吃了。很像我刚结婚的时候，我在家里吃饭，我们邻居随时进来，就把你的菜夹起来说：“哦，别拍架哦。”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我爸爸妈妈说：“来，夹。”他说：“阿妹啊，不煮外饭啊，不，给香滴香碗呀。”就这样子。他们那时候就很像台湾早期这样子，完全没有任何空间的界限。我新婚的时候，我跟我内人在房间睡觉，我们邻居一个人就开门说：“哦，你在困哦。”另外一个说：“哦，还没睡哦。”哦，哎，你什么时候娶太太回来？哦，每一个来都给你开门，他门已经关了，他连敲门都不用，就随时就是那个耶稣的时代就是这样子。所以耶稣说：“来，我们到旷野去歇一歇，找到一个神圣的空间，然后我们到那里祷告。”找到一个神圣的时间，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段神圣的时间。好，那耶稣要找他们去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这一些人竟然抢在耶稣的面前，看到耶稣的方向就抢到耶稣的面前，扶老携幼，披头散发，拉裙甩衣，就这样冲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呢，耶稣在那里要吃个饭，要安静祷告的时候，这一些人又来了。耶稣就怜悯他们，看见他们好像牧人，好像羊群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就怜悯他们，就教训他们。今天的经文很简短，就这样子。好，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来学习，到底先我们来抓住两个重点。哈，读马可福音有两个重点。马可福音当然很喜欢用那个三明治的那个包围的这种说法，但是马可福音只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耶稣基督是谁，然后呢，门徒是谁，所以这两个重点，这个双焦点。好，这段经文我们来反省。第一个，耶稣是一个好牧人，在这段福音里面，耶稣就彰显出他好牧人的特质。耶稣看到这一群人真的如同羊群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基督就动了慈心、怜悯的心。那个我们的和本叫做怜悯，其实原本的心就是慈心，很像耶稣遇到那个麻风病人。我们一般人看到麻风病人，就会起了恐惧的心，因为怕被他传染，然后会起了厌恶的心，说你麻风病人干嘛不在麻风村跑出来传染我？了解吗？就起了厌恶心、恐惧心，甚至于我们都想逃走、逃避的心。结果耶稣却起了怜悯的心，就由那个从里面滚动这样出来，然后耶稣就怎么样？那个人就跪下来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吧。”结果耶稣没想到，就走过去，就去抱住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就是这个动了怜悯的心。好，这时候耶稣基督跟门徒们身心俱疲，正要拿东西吃，结果这个门徒这些人全部都围过来了。所以接着呢，耶稣就先给他们知道，这一些人真的懵懵标标，人生不标，真的是这样子，没有人生，没有方向，没有确定，活得很痛苦。所以耶稣就教导他们
耶稣的讲解好像又有权威的教师，然后接着呢，耶稣就拿着5个饼2条鱼，使5000个男人吃饱。那今天的经文没有谈到这部分，这一部分下礼拜由李国清牧师要来给我们讲解这么精彩的这一段。这一段我们下礼拜就跳到约翰福音去，好，来讲解这一段。那我们今天来看到耶稣那个怜悯的心就哽住了，好像在里面哽住了，好像就要发泄出来。通常我们身心俱疲的时候，请问人家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临界点就爆发了，结果耶稣却对这种人怜悯。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只要我们对耶稣有一分渴慕的心，我们肯跟他求助，他一定乐意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我们敢向他求助，他一定乐意帮助我们。哇，这是很精彩的。所以耶稣就提供给他们教导。所以耶稣就是圣经中最理想的好牧人。好牧人，耶稣基督他行公义、好怜悯，所以他为这一些羊群的困境，他就触动他的内心。这一段经文写读了以后，大声的感动、流泪、哀叹。那个人叫胡适之，听过这个人吗？胡适之在康奈尔大学读农学院的时候，他的留美日记有写说：“我今天去参加培灵会布道会，我非常的感动。我从此以后，我胡适遂为耶稣之徒，我成为基督徒。”然后呢，他的日记就写的第一天马太福音灵修第1章到第5章，第2天就第6章到第10章，就每天这样灵修。然后呢，民国49年，1960年，在文心出版社出版他的留美日记的时候，胡适就在下面写了那个：“我胡适从此为基督徒，此话终不成真。我恨基督教用感情抓人，没有理性。为什么？因为他第2年转学转到哪里？哥伦比亚大学去读哲学系。哲学系去读了杜威实证派，整个都反基督教。那个我是在民国55年，不对，55年读初一的时候，看到他的那个胡适日记，我心里面很震撼。我说我从此以后教导在教会里面，我绝对不走那个感情煽情路线，要宣讲上帝的正道，使人真正因为上帝的话语而信主，而不是用煽情感情弄的那些让大家那个很煽情，其实真道没有扎根，很可惜。好，但是胡适他终身成为一个人文主义的所谓的基督徒。他说：“我敬佩耶稣，我非常的爱耶稣，因为耶稣看到人如同没有牧人一般，怎么这么爱人？”他跟那个很像，跟甘地。甘地说：“如果你们基督徒都像耶稣这么爱人的话，我们全印度早就成为基督徒了，我就成为第一优先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太需要让人家认识那个今天耶稣牧人。你要知道，乡下我以前在乡下传福音，在那个时候，请问他们看到我都叫什么？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耶稣来了，都叫我耶稣了，了解吧？耶稣来了。那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同学，我有一次认识一个人，我跟他讲说：“你认识谁吗？”哦，认识上帝，上帝。我们全部都在唱上帝。你知道基督徒为什么叫做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当时福音传到安提阿，那安提阿这些人就要冲敌人都给他取绰号，很像我们村子。我们村子那些北边有个安叫做北边安，所以他一生都不平安。北边安炎地害呀，我都加那个所以那些基督徒呢，他发现这些基督徒言必称基督，说话像基督，爱心像基督，简直就是小基督，所以他们就给他取一个绰号叫小基督，就基督徒的意思。所以基督徒要把这个爱心活出来。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耶稣，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他不单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所以他最后就用5饼2鱼喂饱他们，不要让他们空着肚子这么晚了再回去。然后呢，他领羊群到安可安憩的青草地上，饮用清溪水，又引导他们生命的方向，使人生走上正途，让他们面对人生的幽暗跟凶险的时候，他也不离不弃，陪伴在身边。在战场上，在战火的时候，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以，耶稣基督胜过我们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死亡。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一位大爱的牧人，他今天的信息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一些人有没有成为一个小牧人？看到我们周遭的人有没有流离失所？所以，约翰卫斯理他认为教会要牧养的方法，他说唯一的方法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参加小组，每一个人都有你的小组长来关心你们。从这一点来讲，他说如果没有参加小组的地方，就不算是我的会友。如果从这一点观点来讲，我们教会需要更多的小组，需要更多的小牧人出来。真的，因为我们很多的，我昨天参加一个告别式，有一个弟兄就讲说，我是一个牧师，但是我离婚，我失败，我痛苦，我再婚。我发现我虽然是牧师，但是我是一个男人。我这个男人不会求助，不会求援，不会求救，而且不会跟他分享我的痛苦都在里面。我真的需要牧者。我这个牧师讲这样，我说蛮感人的。他说我现在发现太多男人都跟我这样的，我现在在陪伴很多我们这些男人，真的是这样子的。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牧者，需要有人陪伴我们，真的让我们的生命有方向感、有确定感，寻求更深的生命的体验。我们需要有更多人看到我们周遭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我们就给他们关怀，成为一个生命的给予者。这段圣经里面就在告诉我们，所以因此耶稣基督才差遣他们出去宣教，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名词叫做 apostolos 使徒。我们知道马太跟路加跟保罗使徒这个名词用了好多，但是全本的马可福音就刚才那个经节唯一出现一次使徒。使徒原本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人，所以广义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差派我们进入各个家庭，以及进入我们的职场，成为各行各业的见证人，成为传福音的人。所以那个狭义的使徒是指着这12个门徒，但是广义的使徒是指着我们每一个人。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马可福音3章14节，他说他设立了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遣他们出去传道。马可福音3章14节。所以门徒的第一优先不是出去传道，第一优先是与耶稣基督同在才去传道。这个先后次序要弄清楚。现在传道人压力好大。我以前大学在的那个教会才聚会都30几个人而已，我们教会很小。然后这样毕业下来，你知道吗？我们教会我毕业后不到10年，这个教会出了20多位传道人。传道人现在活得很辛苦，因为业绩压力很大。你们同意吗？我记得我去卫理公会的那个韩国的以马内利教会，那个牧师看到我很热情，握我的手，他问我教会多少人，我说20几个，他就不跟我讲话了。他也叫他传道不要跟我讲话，就找个神学生陪我。你这个人的格调就是神学生的，就这样都陪我，找几个人陪我，好有趣，好有趣。已经都看业绩，所以传道人呢，常常教会聚会的人数，他的血压跟聚会人数成反比。聚会人数越少，他血压就升高，好辛苦，压力很痛苦。其实，弟兄姐妹们，压力这么大，可是教会，对不起，教会的增长绝对是副产品。
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相爱才是主要的产品，教会弟兄姐妹的灵修生活才是主产品。耶稣基督要求他们先相爱，先从耶稣基督跟耶稣同在，灵修得能力。请问，教会的优先次序是这样子，家庭也是一样啊。做父母的榜样在先呐、教导在后啊。先有榜样，再有教导啊。夫妻彼此相爱在先呐、而还是生孩子在先呐、生了一堆孩子，夫妻不相爱怎么办？这就优先次序弄清楚。所以耶稣呢，要门徒他们所要的目的是同在。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当这些门徒被拆出去同在一阵子以后，出去回到耶稣面前来回报的时候，耶稣要他们在主的面前灵修安息。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耶稣自己呢，其实也榜样在先，教导在后。你看马可福音1章35节，耶稣自己也在清晨找到一个神圣的时间，就在旷野那里祷告，在那里的神圣空间。所以当门徒身心俱疲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来，回到上帝面前与主同在。所以与主同在是有效的传福音工作跟教会的生命力最的一个要件。所以你们以后要保护那个新的牧师来了，你们要保护他每个礼拜有一定的休息，而且有一定的灵修的生活跟成长的机会，不然的话压力太大。我在当传道人，几乎每天上班都超过16小时，很少这样。所以你看，我当校园团契同工6年，我等到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身心俱疲，每个月那时候没有劳保，每个月的医药费超过5000块，2个夫妻变。我从台南坐火车到屏东才这样坐来回而已，躺了2天都不能动。那时候我觉得那个工作狂拼呐、然后说禁食祷告拼到一个地步，小便的时候整个昏倒，然后头都撞了然后缝了几针。我们觉得这样好像才是真正的传道人。我们在当项目的时候，跟那个静怡的项目跟那个辅大的项目在谈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项目的第一优先就是与主同在，灵修生活，都是这样子。你看那 Mother Teresa， 几乎天主教的所有修会的事工会做的永续经营，都有一套他们的灵修生活。那个我去那个雄女前面那个圣保禄修女会了，跟那个修女在谈买她书的时候，她说：“陈牧师，对不起，我灵修的时刻到了，就都跑掉了，就去灵修1个小时。那我们可不可以跟会友说，对不起，我灵修时间到了，陈牧师要避静一下，要跑掉了？怎么可能？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子，说这个永续经营，很像耶稣基督的这个精神。所以这个今天的经文就在告诉我们，初代教会的典范。我们教会要永续经营，外展的工作要永续经营，一定要好好的灵修充电。就好像一匹马，你不要又要马好，又要马不吃草，然后呢又一直催逼，结果马蹄都断了，马蹄的那个都掉了。掉了的时候应该先休息嘛，先把马蹄修好嘛，然后伤口愈好，然后再出发嘛。好像教会的牧师没有得躁症，教会的会友会得忧郁症，一定要把他催逼到躁症。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做妈妈的也看要孩子一回来，来书包放下，洗澡、穿衣服、洗漱、吃饭、上课、做功课，做好，练琴，也是这样的，好像要让我们孩子得到躁症一样，抓狂一样。然后孩子要看电视或者休息一下，你休息多久了？我就开始催逼，整天这种声音，从小都这样子，抓狂的一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这段经文就在告诉我们，不断的更新得力才是真正使徒。好，接着我们来反省我们每一个人刚才讲太多牧师，像我们讲到反省我们个人要建立我们的神圣空间，我们个人的旷野。也要建立我们个人的神圣时间，我们的神圣时刻。我们现在生活的节奏实在太快了，那个约会一个 A 一个，
真的。那你知道我每天为了要一段时间都不会被人家吵，我是什么时候？我每天早上4点到8点，有时候3点到8点。所以你们看到我8点9点的时候没有什么精神，其实我已经上班5个钟头了，在打奖章。你看我们那个小组材料多少啊？我连续5个月，每天一直打，回来我就很疲倦了。那晚上我差不多9点多都没电了。但是如果万一真的有人找我，还是要出去，去了以后我把它躺下来，回来就这样。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每一个人工作压力真的很大，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然后呢，我们有算休息的时间，又在做别的事，对不对？又在做别的事，其实也没有真正的休息。好，这里在告诉我们，神圣的空间跟神圣的时间，就是我们是否为自己的生命安排一段完全空白的时间，能够坦然的跟主耶稣基督密谈。婚姻里面，夫妻可不可以安排一段时间，就是2个夫妻单独谈话？这种更新休息很好啊，不要再谈孩子，不要再谈家庭，不要谈社会，不要谈政治，就单谈夫妻2个人的事情。那我们可不可以空间是专门跟上帝在神面前放松，然后使与基督联合，反省我们的工作，调整我们的脚步。然后从神那里得到光照，主前自省，寻求光照，然后调整我们的心态，调整我们的脚步，再出发。好，我们需要一个个人的空间。你们发现，当这一群门徒回来的时候，马可没有记载他们做了什么事，虽然他们很自豪，或者讲了什么话，报告什么丰功伟业，马可都没有，反而只是记载耶稣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里去歇一歇。”马可认为最重要是这个，马可最重要是这个。那我们人际之间呢，好像都一直忙。我每次回去看我爸爸、我妈妈，我很想跟他这样泡茶聊天，你知道吗？那个茶还没泡的时候，我妈妈说喝下去，我就赶快喝，再喝。我说喝，我拜托我们这假这样的变业绩的，连喝茶都要拼业绩的。这整天都很燥，然后那如果带孙子回去，他就一直忙切水果什么切完水果的时候呢，我开始整理，都没有讲到话。然后要走的时候才讲说再见，再见哦，跟来哦。这是一直催逼，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的文化好，求主帮助我们。表面上看，耶稣是对门徒怜惜，因为他们连吃饭的时间跟空间都没有。不要轻看这个理由，这个理由很精彩。当人体力透支，连更好的东西都不能做，也不能吸收。有人疲倦的在聚会的时候睡着了，像这种每次有人睡着了，我都好高兴，至少他在主里睡了。有一个人说：“牧师，你讲到我好有帮助，很有医治能力。”我说：“好感动。”我说：“是什么？是你到底是什么毛病？”他说：“我失眠了。”牧师，你一讲到我就睡着了，一讲完了我就醒了，就好准。我说：“我感谢主，他愿意来睡觉也好了，表示他平时实在太累了。”如果你整晚都看足球隔天牧师在讲到，怎么知道呢？对不对？然后要睡觉以前，有一个人在祷告说：“天父啊！”结果我武侠小说看多了，说：“师父啊！”不是天父啊！哎呦，我又被魔鬼打了一掌这个那个，求主帮助我们。不然我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所以身体的恢复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我们也要反省，我们生活真的要有作息，有个规律，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真的要有足够的睡眠。那天我去探访一个病人，因为他通常都5、6点就起床，结果那天我去看他，结果他睡着了，我就在那边从6点就等到7点。7点的时候，那个护理师来了，他就不好意思，牧师你怎么来了？我说：“你能够睡觉最好，能够睡觉最好。睡觉休息真的是这样。你有没有发现，耶稣的基督也坐船的时候也争取睡觉的时间？所以我每次坐任何的汽车如果不要让我讲话最好，我真的马上就睡着。我坐汽车、坐飞机、坐公车、高铁，我只要一上车，我不到2分钟就睡着。可是没办法，要讲话或者要开车，真的然后下车就是一条龙。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
当我们的透支到要参与善行都无力感，这个弄到身心俱疲，然后在崩溃边缘，实在是不应该。你们知道女人一生被什么打击最惨吗？女人一生被疲劳打击的最惨。有一本书叫做《女人与疲劳》，我在妈妈班你们一起读，结果那些妈妈们说：“看到女人与疲劳，看到这本书我就疲劳。”都被疲劳打败，那个电都没有了这时候要随时恢复，可是不行，孩子又来了，一个需要又来，一个需要又来了。约翰卫斯理的妈妈生了19个孩子，活了11个，而且是亲自自己教书，所以她常常在疲倦跟崩溃边缘。可是她从来没有崩溃过，她对孩子的那个教导孩子违背她命令或者教导教不懂她给他扩大30次。我真的超有耐心的。他先生有时候在旁边就发火，他说：“我给孩子4不过3，我给孩子能10次。”因为有一个妹妹真的教的学习比较慢，她教她26个字母，你知道教她26次总算学会了。那因为卫斯理他们很多弟妹兄弟都学1次就会了。他不会因为你26次他就笑你怎么笨啊，就是嘛没有。你知道他的秘诀是什么？他在工作疲劳、压力大的要发火了，我们知道最好的方法是抽离嘛。他家里又没有空间，11个孩子怎么抽离啊？他就把他的那个围裙就扬起来，然后就蹲下在那边祷告。他就在那边祷告，那个祷告随时祷告的地方就是他的神圣空间。他累了，他的灵修那时候叫灵修，他跟神灵修祷告，把他的烦恼重担一件件卸在主的面前。所以好特殊那个约翰卫斯理的妈妈跟孩子每一个11个孩子，每一个礼拜都有1个小时1对1跟孩子谈。他孩子每一个人都好渴望那段时间。请问，我1对1要跟我女儿谈，她会不会说：“妈爸不用了，你很累，你休息？”对吧？他怕我发脾气，对不对？或者要找他算旧账，他不是。因为卫斯理到他连去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还在怀念那段日子，说：“妈，你可不可以每个礼拜的礼拜3晚上8点到9点那段时间是属于我们2个的时间？我不在你身边了，你可不可以那段时间就为我祷告，或者写信给我？”他们的信写得好精彩，我真的退休我很想把那些信一篇翻译出来，真的很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有没有脾气？当然有啊。有没有压力？当然有啊。经济的压力、个人的压力很大，但是呢，他的灵修，他那种神秘的空间，跟那个神秘花园或者神秘的灵修时间，使他更新得力。真的。另外，这个神圣空间跟神圣的时间，也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信仰越来越没有深度。越来越肤浅，真的是浅碟的文化。我们知道浅碟的经济已经很可怕了，浅碟的文化更可怕。而现在又是消费的社会，那个娱乐的传媒不断的制造日新月异的东西，吸引人，使人疲于奔命，然后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离。而我们又是人来疯，喜欢热闹，停不下来，真的又很燥。这现在人的文化很难扎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有一段时间安静，如果你能够5分钟也很好，如果能够10分钟更好，能够最好是有15分钟，长期的这样做，有深度的信仰是要更新得力，需要从上帝吸收灵气，成为上帝的人，成为属灵的人。那个秘诀很简单，随时随地，在我以前因为忙碌。我真的立志在读圣经的时候，是我大3，可是我大3那年当主席又有2个家教，压力真的很大，然后又要教主日学，忙得要命，那怎么办？我都提早20分钟到学校的教室，因为我不提早我就会迟到，所以我把时间拨了提早20分钟，然后20分钟的时候先安静下来，用15分钟好好的读圣经。我发现我能够读圣经15分钟你不要小看15分钟15分钟我可以读完旧约3章，
然后新约可以读2章，读1章。旧约一共939章，新约260章，939除以3，313天可以读完。然后260章一天读完，所以我发现我花15分钟，1年就可以把新旧约读完一遍。然后呢，我上午、中午，还有回家，在晚上睡前播出4段时间，我1年就可以把新旧约读完4遍，就把那个圣经基础打好。那灵修时间呢，另外播一个时间，就是用空堂的时候，我就坐在教室里面，一个人安静，在那里读圣经灵修，把这些重担卸下来，打下的基础。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每天从上帝那里更新得力。所以，这是圣经上的耶稣基督做典范，而且要教导门徒，又要这样做。来，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忙碌，我们都很操劳。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邀请你，要你放下学习、工作、事业、成功、权力、名誉，以及你的家事，来到主的面前，把你的重担卸下，把你的烦恼卸下，让你烦躁的心、忧虑的心都能够平静。不要让繁忙的工作让你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失去生命的重心。你愿意不愿意跟主耶稣说：“主啊，求你使我明白，人生固然处处都要勤力奋斗，但也需要不时的静下来，聆听你的训诲，领受你的能力，使我在我的人生的征途上，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正确的方向，正确的奋斗。主啊，不要让我生命徒劳无功，不要让我整个人提早崩溃，更不要让我这个人过劳死，也不要让我爆肝。主，让我循序渐进，按部就班，成为一个你荣美的见证人。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谢谢陈牧师的勉励。